大荷包做 facial， 我由做米子開始嘅時候已經幫襯呢間 facial 鋪頭啦。睇翻記錄呢，我就係2022年開始做嘅，一直都係真金白銀幫襯。之前有唔少美容公司呢想贊助我做 facial 或者俾錢我去拍廣告，不過我都一直婉拒咗。之前呢見到荷巴有油，成日都好想帶佢上去清咗佢，不過呢佢就一直好抗拒做 facial， 直至最近生咗兩粒嘢，終於帶咗佢上去啦。依粒，跟住仲有依粒，遲啲幫你整咗啲油佢。呢度啊，感覺到係有粒嘢喺度，好耐啦，呢粒都。今次好臨急約 Nicky， 佢咧就即刻幫荷包處理咗呢兩粒先，一粒咧就係黑頭，清咗裡面嘅污糟嘢；另一粒咧就係油嚟嘅，用 CO2 嘅 laser 將佢清走。因為爸爸面上嘅範圍比較多，所以今次咧諗住俾佢先感受下嘅過程同埋做法。Nicky 仲要做之前咧順手幫荷包做埋個 facial 先，呢次都係荷包第一次做 facial， 你睇下佢幾舒服。之後咧我都約咗 Nicky 再帶荷包上去脫油，再分享俾大家睇下荷包脫油嘅過程啦。其實都好多謝 Nicky， 除咗荷包之外咧，荷媽都有 keep 住上去揾佢做 facial。而家要揾到一間有良心又唔黑 sell 又唔用假機嘅 facial 店咧，真係好難。而佢自己係老闆娘，所以有好多嘢咧都要控制，唔會因為追數而要黑 sell 個客。嚟緊咧，我都諗住分享下我曾經做過嘅醫美機，大家有冇興趣咧？留言話俾我聽啦。